小朋友，小恐龍想去森林揾一模一樣嘅鈴鐺，你哋估下佢揾唔揾到？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係小恐龍的鈴鐺。有一日朝早，小恐龍聽到門外傳嚟敲門聲。小恐龍打開門一睇，原來有神秘人放低咗一份神秘嘅禮物。小恐龍打開份禮物，喺份禮物入邊拎出一個金色鈴鐺。佢好驚喜咁同媽媽講：哇，係一個閃閃發光嘅金色鈴鐺啊！媽媽笑住咁講：真係好靚喎，你可以去揾下邊度有一模一樣嘅鈴鐺。小恐龍最中意探險啦，於是佢決定去森林入邊揾一模一樣嘅金色鈴鐺。小恐龍嚟到一棵大樹旁邊，樹上有一個鈴鐺。小恐龍仔細咁望，呢個鈴鐺係銀色噶，同我嘅金色鈴鐺唔一樣。小恐龍繼續喺森林入邊冒險。呢個時候，小松鼠跳咗過嚟。小松鼠向小恐龍展示佢嘅鈴鐺。你睇下，我都有一個金色鈴鐺啊！小恐龍拎住自己嘅鈴鐺同小松鼠嘅鈴鐺比一比。小恐龍好開心，佢話：顏色一樣，形狀一樣，我揾到一模一樣嘅鈴鐺啦！小松鼠開心咁講：我哋一齊嚟玩配對遊戲啦！小恐龍回答：好啊！森林入邊其他動物都嚟加入呢個配對遊戲，有小猴子、大熊貓、小白兔同小鳥。小朋友，你哋估下邊隻小動物同邊隻小動物可以成功配對呢？第一對成功配對嘅係小猴子同大熊貓。小猴子向大熊貓展示佢嘅蘋果。你睇下，我都有紅色蘋果。大熊貓拎住自己嘅紅色蘋果同小猴子嘅蘋果比一比，大熊貓好開心。佢話：顏色一樣，形狀一樣，我哋揾到一模一樣嘅蘋果啦。而小兔呢，就同小鳥成功配對。小兔仔向小鳥展示佢嘅藍色蝴蝶結。你睇下，我都有藍色蝴蝶結。小鳥用自己個藍色蝴蝶結同小兔嘅蝴蝶結比一比，小鳥好開心。佢話：顏色一樣，形狀一樣，我哋揾到一模一樣嘅蝴蝶結啦！天黑啦，森林入邊嘅小動物都返晒屋企。小恐龍返到屋企，扎扎跳跳咁嚟到媽媽身邊，佢嘅眼睛閃爍住興奮嘅光芒。佢同媽媽講：媽媽，我今日揾到好多一模一樣嘅嘢啊！有一模一樣嘅鈴鐺，一模一樣嘅蘋果，同埋一模一樣嘅蝴蝶結。媽媽摸摸小恐龍嘅頭，仲有一樣嘢喎。小恐龍好奇咁問：係咩啊？媽媽拎出一塊鏡，同小恐龍講：你睇下，鏡入邊嘅小恐龍同你係咪一模一樣？小恐龍驚喜咁眨眨眼睛，真係喎，我哋真係一模一樣喎。小恐龍睇住窗外嘅星星，細聲咁講：今日真係開心嘅一日，我揾到好多一模一樣嘅嘢。小朋友，
聽完呢個故事啦，而家請你幫我完成一啲小挑戰，睇下你係咪真係知道一模一樣係咩意思。請你幫小恐龍揾出一模一樣嘅蝴蝶。恭喜你答啱咗啊！兩隻粉紅色嘅蝴蝶係一模一樣嘅，因為佢哋嘅顏色同形狀都一樣，而其他兩隻蝴蝶佢哋都係唔同顏色，所以佢哋唔係一模一樣嘅蝴蝶。請你幫小白兔喺草地揾出同佢手上條紅蘿蔔一模一樣樣嘅紅蘿蔔。冇錯啦，呢條就係同小白兔手上一樣樣嘅紅蘿蔔。中間呢條紅蘿蔔同小白兔嗰條紅蘿蔔唔係一模一樣噶。雖然呢兩條紅蘿蔔都傾斜咗，但係佢哋嘅形狀唔一樣，就唔可以算係一模一樣。你睇下，只要將條紅蘿蔔放過去比一比，就知道其實佢哋係唔一樣嘅。而呢條紅蘿蔔雖然佢企到好直，但係只要佢嘅形狀、顏色同小白兔條紅蘿蔔一樣，咁無論佢係咩位置或者係指住咩方向，佢都係一模一樣嘅紅蘿蔔。你睇下，只要將條紅蘿蔔轉返一樣嘅方向，放過去比一比，就知道佢哋係一模一樣噶。小朋友，到最後一個挑戰啦，請喺你嘅周圍揾下，睇下揾唔揾到兩隻一模一樣嘅匙羹，兩個一模一樣嘅杯，同埋同你一模一樣嘅人。恭喜所有小朋友，睇到呢度，你哋已經完成所有嘅挑戰。如果鍾意呢個故事，又或者想聽更多思思姐姐創作嘅故事，記得要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次見。